大家好，好吧，你原本應該係對一條評論嘅回覆。今日朝早，我嘅推薦頁面上出現咗一個視頻，視頻中有人表達咗自己因為回憶過去嘅事情而感到有啲傷心。喺邊度？佢哋冇接父親嘅電話，結果父親突發心臟病去世，佢哋覺得自己對此負有一定責任。我把嗰段視頻令掉咗，所以我決定重新製作呢段視頻。咁等我哋開始啦。由於所有經驗都受限於你嘅感知，因此你唔能夠通過將視野擴展到自身邊界之外嚟誠實咁聲稱自己企喺真理嘅立場上。一旦你完全理解咗呢一點，你就會明白真正傷自己心嘅其實係你自己。當你選擇活喺意識嘅建構中，而唔係活喺當下嘅時候，只有賦予其生命力，先至能夠使之成為真理。歸根結底，你無法聲稱自己比意識本身更加強大。無論係實驗室入邊嘅腦，定係晶片上邊嘅處理器，又或者係由上帝之外維繫住嘅奇蹟，到頭來你所需要嘅係能夠解決痛苦嘅平安。所以耶穌基督嘅知識同愛先會變得咁重要，因為唯有透過耶穌，混亂先可以轉化成永恆嘅平安。雖然我知道呢個忠告係真，但連我自己都難以完全實踐。可能我選擇去承受嘅痛苦本身都有啲獨特嘅苦中帶甜。希望呢啲說話對你有幫助。